好高興透過視像支持拗樂社區樂團嘅音樂會。拗樂社區樂團係香港第一隊照顧者樂團，成立短短2年多以嚟，各位照顧者、義工同埋社區人士喺拗樂國樂團導師嘅悉心教導之下，由零開始用心練習，而家走上舞台演奏美妙音樂，實在難能可貴。拗樂國樂團係一個推廣中樂、多元創新、服務社區嘅慈善樂團。半世紀以嚟，拗樂喺弘揚中樂、培育年輕樂手、推廣創意藝術同埋社會關懷服務方面貢獻良多。音樂係療癒嘅力量。拗樂社區樂團以音樂支援照顧者，舒緩佢哋嘅情緒，同時係培育音樂人才，凝聚照顧者組織支援互助網絡，構建一個關愛共融、守望相助嘅社會。各位照顧者付出時間同埋心力，長期照顧病患，身心承受極大壓力。你哋喺音樂裏邊治療治癒，進而用音樂療癒他人，與眾同樂。由拗樂樂樂到眾樂，由助人自助到互助，你哋用音樂照亮咗人生。你哋嘅努力同埋堅持，值得大家敬佩同埋讚賞。我希望你哋將與眾同樂嘅精神繼續傳揚開去。我哋一同建設一個關愛共融、多元發展嘅社會，讓香港呢一座城市變得更開心、更美麗。祝各位演出成功，多謝大家。